咁所以依家等我俾一個小挑戰你，就係反思下頭先呢3個黑暗力量入面，你最弱係邊一個位呢？係咪成日驚得失咗人，唔敢有底線，就好似一個任人踐踏嘅公共公園咁樣呢？係咪生活太過平淡，完全可以被預測，就好似一部不斷重複嘅旋轉木馬咁樣呢？定係喺你嘅世界裏邊，仲係圍繞住某一個女人充滿需求感，就好似一粒圍住人哋轉嘅隕石呢？喺下面留言誠實咁樣寫低你嘅答案，同埋一個你喺未來72小時之內可以執行嘅微型行動。例如我最弱就係清晰底線，咁所以我今晚會拒絕我老細一個不合理嘅 OT 要求，或者我最弱嘅就係不可預測性，咁所以我聽日就會 book 一個幾個月後一張機票去一個我未去過嘅地方。呢個就係你由一個好人蛻變成為一個強者嘅第一步啦。如果你想得到更完整黑暗三位一體實戰手冊，同埋點樣將佢哋同我哋君王品格結合嘅話呢，咁我哋 TKC 裏面嘅燃燒慾望之火嘅板塊裏邊有詳細分解，連結喺下面。咁所以最後記住，善良係一種選擇，但係呢個選擇權只屬於強者，所以去做一個擁有摧毀一切能力，但係選擇去創造嘅真男人啦。